自身免疫系統疾病嘅患者咧，都會出現一個嘅晨僵嘅現象，啲慢性嘅炎症，包括係一個嘅糖尿病啊、高血壓啊，突然間咧腳腫得好犀利啦，視力突然間驟降啦。咁普遍嚟講咧，好多嘅自身免疫系統疾病嘅患者咧，都會出現一個嘅晨僵嘅現象。晨僵嘅現象咧，就係朝頭早瞓醒嘅時候咧，佢會發現咧，有啲手指可以係全部嘅手指，或者係局部性某幾隻手指咧，佢會出現一啲嘅腫脹啦，或者係疼痛啦，甚至乎僵硬嘅現象嘅。咁當佢喐咗幾下之後咧，就發覺好似鬆啲咯喎，冇咁緊嘅呢個現象啦。咁而另外一個情況咧，就係其實可以留意會唔會身體有出現一啲長時間，又或者一啲慢性嘅炎症，包括係我哋頭先講過嘅，就係你會有持續性會出現一個嘅低燒嘅現象啦，又或者係會有一啲嘅慢性病啦，包括係一個嘅糖尿病啊、高血壓啊呢啲嘅現象咧，都會有機會觸發到呢個嘅自身免疫系統嘅問題，視力突然間驟降啦。咁呢個咧係好有機會咧，佢係個免疫系統襲擊我哋嘅視神經，導致到視神經發炎，係一個多元硬化性嘅一個早期嘅現象嚟嘅。咁亦都會有機會咧，會出現一個嘅呼吸困難啦，又或者咧突然間咧腳腫得好犀利啦。咁呢個咧有機會係個免疫系統咧攻擊緊我哋嘅心臟，導致到我哋心臟咧出現一個發炎嘅狀態嘅。好有機會，例如好似糖尿病咁樣咯，佢用咗好多個唔同嘅方法，包括有食用一啲糖尿藥、降糖嘅藥啦，亦都有去戒一啲糖嘅食物啦，包括粥粉麵飯啊、麵包蛋糕啊嗰啲嘅時候咧，但係佢嘅血糖咧仍然都係好高企嘅時候咧，咁亦呢個有機會就係呢個自身免疫系統去攻擊緊個胰臟嘅細胞，而導致到佢有呢個嘅血糖嘅異常嘅情況咯。如果係自身免疫系統去攻擊我哋嘅心臟咧，就係嘅話咧，普遍係會有機會出現呢個嘅水腫嘅問題嘅。佢有機會係出現呢個全身性嘅水腫啦，又或者係局部性淨係腳腫嘅問題，佢隻腳好似拖住個水桶咁樣腫得好犀利嘅。咁亦都會有機會另外一個情況咧，就係例如好似女性 period 之前咧，亦都會有機會出現呢個嘅水腫嘅問題。咁呢個咧就係同女性嘅荷爾蒙係有關係嘅。就未必一定係同呢個嘅自身免疫系統有關係。